今日又要臨時臨急去另一個地盤一日，準備行李去到長沙灣食個早餐，39蚊咋。第一次嚟唔識路，就揾下先。嚟到一日版哥布林巢穴就要開始做嘢啦。開頭就撈啲英麗沙先，整啲料過去先。咁就要做呢個門框啦。手勢好，做翻個保護先。一開始要掃水，補啲水泥，太厚嘅位塞啲石頭，然後簡單補一層先，等佢收一收水，因為太厚啦。側邊一樣做法啦，大啖批落去，確保飽滿。咁呢邊就搞掂啦，做好保護。呢邊一樣做法，可以用手塞嘅，攞多2桶過嚟做先。用手塞其實仲快嘅，切齊。上邊收完水，而家就大火收汁，即係批多一層。切齊佢，最尾就開始清潔啦。咁今日呢邊嘅部分就完成啦，留意下一集啦。呢個門框就可以比較完美咁樣完成。